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嚟到紅燈區。回顧翻琴日我四條飛嗰個收入同支出個比例啦。唔好意思先輸40蚊。咁樣呢，先講翻第一場嘅心水啦。我其實係用有形勇士做膽，拖8號同埋11號嘅東方寶寶。先講句唔好意思，我打錯咗，原來唔係8號係11號。咁就呢個靈力標區阿貴福特成功 win 咗啦。東方寶寶就後上第2嘅。有形勇士就唔見影。第4場嘅心水咧就開心5月同埋日獎。因為開心5月都係得個 pace 冇 win 啦，同埋我2串1，所以都係唔中嘅。跟住之後我就俾第2場嘅心水就加冠王做膽。加冠王賽後報告咧就話佢有喘鳴嘅，所以基本上呢隻應該唔會再跟。但反而兩隻腳常常發財同拉合爾咧就分別 win 咗同埋第3嘅。咁樣隻拉合爾就好似唔夠飛龍在天嚟嘅。跟住第3場心水咧就係快樂老窩搭隻富裕君子同無極勇將。唔好意思先，3隻都得個近字啦。但快樂老窩後上個追勢係好過隻富裕君子。無極勇將應該唔使跟嘅，因為唔見影。我哋睇一睇翻第一場個賽事先啦，泥地。一出閘時候咧，8號嗰個咧就應該係貴福特嘅靈力標區啦。跟住喺外欄第2位咧就大番薯。其實當日嘅賽地咧係利前至同放頭嘅，所以基本上後上嘅馬係比較不利嘅。你見到而家前邊黃衫就係大番薯，第2就係貴福特嗰隻靈力標區啦。跟住你見到綠色31號咧就東方寶寶大後上咁樣跑上嚟，而喺後邊9號嗰隻歐洲傳奇都係跟到上去第4嘅，所以其實呢場呢，我會再跟進下隻東方寶寶同歐洲勇士嘅。跟住第2場呢，你又見到外欄1號馬，而家貼欄嗰隻呢就係加冠王。初頭呢，如果佢唔係有儲名馬呢，其實佢咁樣去跟住呢，基本上應該贏硬嘅，不過可惜佢儲名啦，跟住急速墮退。跟住而家大頭嗰隻呢，就係常常發財，而綠色衫嗰個就係飛龍在天，而外邊打晒邊嗰隻呢，就係拉合爾。你見到個輕鬆程度呢，其實我會睇好飛龍在天咯。如果下次再出呢，就應該飛龍在天做首選。跟住我哋睇下第3場嘅比賽咯。第3場呢，我估唔到外邊嗰隻貴福特嘅同馬房龍澤飛區可以14檔咁樣一夜快放去到放頭。其實我之前喺最初個預測呢，打風嘅時候有講過龍澤飛區如果係22倍大懶呢，可以一拖。估唔到今次 win 埋，不過佢原本20倍 win， 但臨出閘呢就打到係啡格9倍9.9咗6次。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2025年9月23號嗰段片有推介過隻龍澤飛區嘅，不過我自己冇買啊，所以我都承認我自己睇錯咗，估唔到馬房出擊咁勁啦。所以你見到而家大頭嗰隻咧都仲係龍澤飛區啊，佢就繼續一放就到底。可以留意下咧，就後邊而家推騎緊喺馬村插緊上嚟嗰隻咧就係快樂老窩，然後最外檔嗰個就係富裕君子。佢哋分別攞第5、第6嘅，所以如果下次你後上呢，其實快樂老窩同埋富裕君子我都會繼續係做跟咯。仲有一隻會跟嘅就係第3嗰隻14號呢，嗰隻武林至尊原本係大衛希斯嘅，但我估唔到已經轉咗去嚟超星馬房。跟住我哋睇翻最後一場比賽，啦，就係4場嘅泥地賽。泥地呢，今次係超級利放頭嘅。你見到而家開頭第一隻近欄嗰隻就1號天天灑落。你基本上見到佢好自由淡定，所以其實嗰日我睇住場比賽呢，就知道天天灑落贏硬，不過個賠率唔好分。跟住之後後上嗰兩隻就係分別2號嘅開心5月同埋8號嘅日日獎。你見到你追勢係好接近嘅。
咁樣同埋都證明咗開心月係泥地特佳嘅，所以下次如果再出泥地就要小心啲啦。咁啊，日日獎都係維持佢嗰個進度啦。咁樣就要兼顧隻開心5月同日日獎啦。但其實隻大利好運同運來勇士咧都追得幾好嘅，所以到時如果你後上咧呢啲成大懶咧拖腳啊或者買 pace 都可以嘅。咁我嘅賽後分析就去到呢度啦。咁我哋嚟緊禮拜3再見啦。但各位觀眾咁啊，記得留意禮拜3，因為國慶跑馬，所以唔係跑馬地，而係跑沙田人馬。咁我哋到時再見啦，拜拜。